为老随缘分。第三，甲这个所找到你。这叫做打破天鹅的无觅处，这来全不会功夫啊！我了准是什么人嘞？原来就是祖恶相交，欺名欺亮啊！我唔对，3年前你毁了我的水晶，害死我20名手下，今仔日阮兄弟要找你讨命。崔彦文出招吗？若要对付恁这两尾鱼流仔囝，就搁我崔某来动手。哼，文丽，来，退牛来告鬼子。是。想要来找崔某报案是要走嘞。燕文，你实在无应该这样粗心大意。为什么呢？过去你在武林中，曾经甲人得过真侪冤仇。这摆，因来向你找时，我看不只是查某上交利益，上好就是拢总来，来一个我抬一个，来两个斗一双。你口处出言是不懂，明手一声暗字难防，有条一理若无着强中手，你大好的人生已担忧。好人无讲比我好啊！你成甲你差不多，你成的根本是不足道。我劝你把酒怨风雨，你劝我把手是好意，花转金风抱起运气。除非玉箫一动花转呐，若无我今生是不会还。你意向骄傲，眼高一定啊，为何对伊一般痴情，今总又不落形影，你落我犹豫啊。流水无情，两言两语哦，我路冲天，将将好人随天缘呐。看袂顺眼，哪里请方便？啥人会叫你留在我的身边？你实真毋知好歹，我劝你是为着你设想，管玉箫爱的人是朱秀，假使朱秀若是花囝，伊也袂甲你成婚。你是安怎要去爱一个无可能爱你的查某？你留我伫咧这个监狱中，了这个是非，是我遐无价值。对，我讨厌，阿娇你，我相会。我无要听你带这个我啰嗦，你甲我行路远走。你。
呢？太叔啊，是啊啦。你看，你看啦，有啦，我都咧看烧酒啊，无是安怎？你看，是啊啦，是啊啦。你哈？皇上啊，要我打这摆就袂当搁互你走去咯。老臣叩见我王万岁，万万岁！哼，嘿，皇上啊，老臣是奉太后的意旨，专工下江南要来找你呢。国事为重，求皇上随老臣回宫来去。啊，你唔对人啦。其实我真希望讲，皇帝早一日紧回京，对管玉箫较早死一条心。皇上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原来拢听无哈。所以，我也是头一摆破例。你若要找皇帝，我甲你指点一个明路，一切人存伫咧苏州。你若要找，爱较小心者，一定就找会着。哎哟，皇上是啥物时阵学甲爱飞啊？老太师啊，迄个人哦，只是面甲皇上同款尔啦，啊无伊的记性当拢无共啊。伊毋是皇上啦。回京，是要哪会用的？一来我还袂诱骗江南，二来你的伤魂佫还袂好，要哪会用咧赶路呢？皇上，就是因为神伤势太重，无法度搁再保护性命，所以才请皇上提早回京。哎呀，周勇，你是伫咧紧张什么嘿咧？你做你好好养伤，我会安慰你，做你放心啊。皇上，李成迄般的贼人，时常在咱的周围出现，而且最近佫请来真侪江湖高手，就亲像迄天请来岐山降落，连时念是伊的对手，实在使神真担心。你免担心，若岐山降落，你毋免甲伊顾虑。有伊逍遥伫我身躯边，因迄两个毋敢伤我。皇上，神最袂当放心的就是伊逍遥，比岐山降落更加可怕。周勇，若毋是逍遥迄一天救你啊，你早就死伫咧降落的掌中，你知？逍遥若毋是甲伊降落，因是共党的，为什么要听伊的话呢？神也是认为逍遥伊来救神，伊是欲擒故纵。好咯好咯，哎呀，我早就讲过啦，你甲逍遥两个人命中相克，你头一摆见到伊，就真是正讨厌伊逍遥。你嘛捌讲过，讲伊是暗中伫咧谋害我，一直到现在，伊不但谋害我，佫要救我，伊嘛要救着你啊！就用你毋知安怎想，我嘛真想无呢。皇上啊，好咯好咯。你较紧养伤好好，安尼你紧体一下，你伤魂若紧好咧，你再继续搁暗中甲我保护。皇上，我早就知影，你拢是暗中来伫咧甲我保护尾行，我哪会毋知咧？皇上，请恕罪。哎呀，卿啊，你哪有罪咧？你是一片的忠心，虽然呢，我伫咧佚佗，你拢互我呢，甘要无兴趣起来。也毋过我的心肝内嘛是真欢喜，讲你真会真忠心嘛。朱公主，酒药的药啊怎好啊？哦好，来，周勇，药啊好，你著赶紧来啉。皇上，是毋敢，我家己来。哦，你家己来。
相逢。怎样？我一个好师妹，你即摆还阁会怪我无？师姐，我是当时啊捌讲过怪你的话。你呀，虽然无讲出来，也毋过看你的表情，一个面阁油夹夹，比伫咧骂我，互我阁较艰苦，你知？师姐，但你即摆会笑啊？前几工若要看你笑，迄是真为难。对啦，师姐，你将你是查某这个秘密甲你员讲，对伊若是无小心泄露去，敢毋是害你无了大事？袂要紧啦，即件代志由我来排解就好啊。毋过，我感觉真对不起你。我一个好师妹，我认可你对不起我，我呢毋通对不起你。也若无我破坏恁的美满容颜，我敢是爱罪该万死呢？你后壁讲你笑我，爹，老爷。有英，阮有代志要甲管姑娘讲，你回房去。村头有你的小姐去休困。是。关玉笑，玉女呢？安怎？已经经过半个月了，敢讲你还阁无法度通好得手势？是啊，你天天甲自修见面，是安怎样？无迄个机会，你若安尼讲，啥物人要相信？啥物人讲无机会？有啊，都互你破坏去啊！迄一暝风雨交加的时阵，本来我是有机会偷下玉乳，也毋过基山双老忽然间出现，大闹一场，将主修家吵精神，又搁引来官兵。你看，遮尔啊好的机会，拢总是互你破坏，所以嘛，我就无法度啊。你呀，就用伊。秋勇伊怎样？秋勇，伊好像就被后七公甲伤啊真严重，所以伊每一工拢派人去丁家堡拆药啊治疗伤痕。要若安尼，这个真好的机会哦！一旦追就用甲无伫咧，那安尼咱要行止自修，这是加真容易，这个机会唔通失去啊！舅爷，有一位公主要见你。哦，是啥物人？是我小玉。你来创啥物？阮公主出去。我知影，我是来看你的。咱若毋是朋友，我无需要你来看我。周爷，虽然咱毋是朋友，也毋过咱嘛毋是仇敌啊。你何必着寄人于千里之外呢？搁再讲，我也曾经捌救过你的性命。哼，这是你的阴谋，这是你的诡计。你故意串通好，王七公、王七婆因来找麻烦，然后你才来出面叫伊走。这你明明目的是叫我来感激你，对你的戒心消除是毋是？周爷，你如此多疑。
你孤请不去哦。论亡灵，你心怀鬼胎哦，却是真。平地公主啊，的新闻你竟都无害啊，你离灵离婚。你说的小玉，心存不良，可有证据在手中？证据拿落我手中，再来送你见的无常。周爷，既然你敢无证据，那安尼你就袂用讲我有谋害朱公主的意图咯。小玉，你赶快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周爷，我考劝你，你的伤魂是也袂好的哦。上好，你较莫生气。小玉，出去！你赶我出去！出去！好，我出来就是嘛，哈。我问你，你想要谋害我是？舅啊，冤枉啦！完了，那安尼拄则药是不是你亲手抓的？迄药我抓无毋对，也毋过小人哪甲下刀陷害舅爷咧。舅爷，小人厝还阁有年老老母，阁有某囝一个，小人哪敢安尼做咧？求舅爷原谅我啦！我小人确实是冤枉的啦。看起来，下刀人毋是罗财，那安尼会是甚物人呢？小玉拄则弄倒这个药碗，分明是要来救我。伊已经有救过我2摆了，伊为甚物要救我呢？伊哪会知影讲有人要害我？下刀的人究竟是甚物人？你用看，咱派出去的人，一根本都无露面呢。咱是利用因迄奴才无注意的事啊，毋则伫迄药馆啊，甲伊偷偷下毒药落去，连抓药的人都毋知影哦。要是安怎样就用，伊会发现这个代志啊？这一摆的失败，又搁再是内神通外鬼了。小玉，什么代志？咱要谋害周勇的代志失败，依你看，是甚物人泄露秘密？王官，周勇伊是一个聪明过人，机灵无比，是毋是有人去甲伊告密？我相信无可能瞒过伊眼内，所以嘛，恁将伊估计伤过低。阮姑娘啊，若是泄露秘密的人，也无你毋是咧讲你，你是咧紧张啥货？我哪着紧张？谋害周勇的代志，若毋是恁今仔日讲出来，我根本就毋知影呢。搁再讲，迄一天恁伫咧计划的时阵，我嘛无在场啊，也恁嘛无甲我讲。除非啊，恁家己的人讲出。好了好了，这件代志免搁再提起。小玉，今仔日午后，你敢毋是要甲自首去桃花馆游赏桃花，趁这个机会下手，含你金爷3件，将玉女甲我交出来。王官，
无逼你太死。我若无逼你，你永远嘛袂下手。